买厝成家是真侪人一世人的梦想，但是出袂尽的烂尾楼的风暴，时不时都伫台湾各地来发生，甚至参首都，包括着台北市的大安区、大东区甲北投区，拢有烂尾楼。咱进一步追踪，发现这波烂尾楼的风暴，有袂少拢是属于危险楼区建筑物的盗经案。有一个96岁黄阿伯。日前配合着建商的途径，希望甲楼厝翻翻来住新厝，想袂到建案所无场地来停工，住将近50年的楼厝风拆掉，爱搁家己开钱来洗厝，若要回家是遥遥无期。有律师来发现，台湾这几年来，工程家纸是犯恶放肆，那呢楼区建筑物的途径案，是毋是会变作不良建商骗钱敛钱的对象呢？主管机关甲银行，阁要安怎替消费者的权益监督把关？民众阁要安怎来自保呢？咱做伙来探讨。五味杂陈，施工的过程中，它就常常有停工的一个现象。面对越演越烈的烂尾楼工程蟑螂，源头的管理很重要，政府应该去把关。银行在防范这个烂尾楼的这个情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台北市大安区，这是台北市大东区，这是台北市北投区。这三区分别属于台湾首都的台北行政区。2023年，加一项共同点，西尾厝风暴的沦陷区。这里就是北投博山岩都更案的现场，这处建案原定是要在2025年的12月完工，但是目前这个工地呢，看起来是完全没有继续施工的现象。我们前面还有。我们现在从这个工地围栏往内看，可以看到很多像是板模啊，还有像是油漆这些建材都还是留置在原地，感觉这处建案是在一夕之间就人去楼空。北投市场的正对面，主打生活机能里边的盗经案朴山岩，卫工中看落的建地并不完整，建商也未完全整合地主，2021年12月就急要开工。想袂到过1年外，建案就无已经停工。大哥，不好意思，我们是华视的记者，我们想跟你请教那个博山岩的案子是怎么一回事啊？实在问当地民众建商停工的原因，大部分人不是不了解，就是唔爱讲。阮看工地告示牌，卡工地负责任的电话求证。您所拨的号码话机没挂好，无法接通，谢谢。再拨一次。对不起，您所拨的号码话机没挂好，无法接通。无人接电话，总共38户民众生家的梦想，就安尼乌有去。因着工地围栏来行，发现一个老先生家己坐伫门口，阮个在向前采访。阿伯，阮是华视，甲你请教一下，你敢知影迄个博山岩的案子是安那？原来这个98岁的伯啊，是当初参加盗经的居民，如今厝风拆掉，新厝嘛无后续，就爱搁家己开钱找所在住。你即摆一个月厝税偌济？我就无偌济，问大哥安尼。你去当初敢无感觉讲足期待讲会当拄更啊，会当住新厝？我把这里想啊，现在无多想。一开始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有点被卡住 delay 了。那时候负责人他大概是在6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联络不到人了。然后整个基地大概也是在6月份的时候，就工地现场就没有人。工地门口有电信小单，时间停伫建案停工的2023年7月。当时建商的负责人以一条简讯通知所有的承购户，因为营建成本大起以及公司经营困难，将会和客户解约。
跟实际来到建商伫台北市大东区另外一个建案门同款设立。负责建商家园建设，2013年成立，有不少经验。一个合作家园定一个建案，同款属于维诺导经案，原做好答应参加导经，如今所有厝袂当转去，要靠无目屎。喂，瑞信银行信托部，我是杨明学，你好。捌经过金融海中甲雷曼兄弟联动制风波，新兴银行信托部的协理由明学伫金融做30多档。2023年后半年，头一遍经展塞尾厝的危机。经过材料成本、人工成本上涨，确实已经发生几个烂尾楼事件了。心里也有在盘算，说万一遇到的话，我们接下来怎么做？结果还真的遇到了，真的遇到了。对。由明学上班的银行负责管理北投朴山岩信托专户，户头内资金全部拢是民众纳的共定款。直接到建商倒去的消息，一随启动危机的处理。最关键当一开始是去年的7月10号，消费者开始来电告诉我们，他们在7月8号有收到这些简讯。对消费者最重要的就是，他放在我们这边信托专户的买房子的钱，不准任何人来动用。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措施就是，必须真正的去确认说他无法兴建。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在我们网站上公告，不会让建商再动用、再拿走的机会。为了将民众的辛苦钱保护掉，银行必须爱伫建商款钱走入进前冻结户头。这笔钱虽然是消费者缴出来的钱，可是不要忘记，这个钱是交给建商的，所以建商背后会不会有营造厂想来要这笔钱？这债权也可以来扣这笔钱。所以我有跟消费者提到说，不好意思，我必须要坦白讲，不要急着上新闻，我们就商定7月27号，等于是不到1个月时间，我们就召开收园大会，了解说整个程序，了解整个过程以后，把所有余额按照比例发回。他们拿到基本上有快到60%的金额，所以他们也觉得很放心了。1个月之内，他们这钱就是把它拿回去了。那当到塞尾厝，消费者第一时间提出消费申诉，确认建商无法度继续起，对当通知监管单位禁止拨款，这是民众自保的 SOP。严格纳起款项，有缘无法度保证专业替倒转来。面对定发生无已经爆发的危机，主管单位是要安怎协助民众主动撇开风险？那我们就直接搜寻台北地震找房家，然后就可以点击进入台北地震找房家的网页，接着点选行政区，打关键字就可以选择到您想查询的建案。点选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个建案的名称跟位置，然后在无论是建案的资讯跟建案的地点标示上面，都会清楚的显示这个建案没有办法依约定完工的图示。然后刚刚有跟大家讲到的消费争议整合查询2.0呢，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开发业者，其实我们就会针对他来申诉消费争议的件数，那里面有没有和解几件，然后再来就是争议的原因，我们就会明确的列出终止委售或是买卖契约、建商倒闭，就会把他的争议原因都完整的列出来。透过数据整合，主动押出建商的证据，避免民众拄到风险。这是台北市地震局全台上大型建置的预警系统。根据统计，2021年到2023年，台北市房地产消费纠纷的案件，当年为48件，庆到74件。高出 ND 更加是连续3年正做经济的主因。我们目前的保护措施，说实在的，这个东西应该是预防胜于治疗啦。我们现在只能先用地震局的资料去帮大家做一个最大的保障，然后做一个争议履历业者的查询。对啊，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消费者在购买预售屋前能够做一个参考的资讯。买厝成家是真侪人一世人的梦想。负责携带放款的银行，又该安怎替民众监督甲把关呢？一开始要做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会针对建设公司，就建商负责人，我先去看他的信用状况，在联合征信中心里面就有什么跳票，或者说根本就是有一些欠款的记录，这边就基本上我们就会拒绝了。
银行在防范这个烂尾楼的这个情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银行因为掌管他的钱，信托也掌管他的土地等等，所以要动足先机，而且要非常主动，要同理心，去帮助消费者。目前政府透过现基金、基金信托、不动产开发信托、工业担保以及工会连带保证等5种利益保证机制。不过，若无法度保证建案会继续起，民众的钱嘛无一定会当提倒转来。问题就出伫清偿的定数。法令上目前还没有那么200%可以保障到消费者的时候，其他的所谓关系人、债权人、营造厂，他们其实可以动到这笔钱啊。如果说其他的那个债权人他的动作更快，那导致于他银行的账户被做假扣押、强制执行，那其实消费者的权益就相对的很难被保障到。这边如果法令能够再追加说，确定这笔钱就是消费者的，不是所谓债权人或营造厂的，那这部分我觉得就更完善了。面对欠工、欠原料以及物价大起冲击，台湾西尾厝风暴敢会愈来愈严重？这个瓦集文山在台北市大安区黄金地段建案，2023年嘛无预计停工，敢会继续起？爱去观察。除了西尾楼的危机，最近互消费者惊讲的，也阁有这件代志。台北地区建地有限，因此大台北地区超过65万栋屋龄超过30年以上的老旧建筑，也因此成为不少建商锁定的目标。但是台北市议员日前就接获检举，发现有1名自称是都市更新推动人员的男子，挨家挨户要求民众签下都更同意书。住户觉得怀疑，一查竟发现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没有委托任何的单位自行举办都更说明会，也因此就怀疑是不是有都更蟑螂正在民间横行。好，工程蟑螂顾名思义就是说呢，他们拿了工程款项，结果呢不好好的去把后面的工程把它完成，甚至连做都不做，然后呢到处横行肆虐，就像蟑螂一般。近年这1、2年，蛮多民众来去跟我们去澄清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是有在增加的。这几年，包括北投、福生岩、台东区嘉园定义拢变西尾厝，嘛是为闹的都更案。律师发现，建商被盗进前，早就符合都更家纸特定的线索。其实嘉园它在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一些资产做转移了。承购户他们7月初的时候收到那个简讯的时候，其实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你不是5月份才跟我讲说要支付这开工款，怎么现在过1个多月而已，你就跟我说房子盖不出来要烂尾了？工程蟑螂化典型的有3大特征啊。那第一大特征其实就是说，他们会用各种的借口来去跟你拖延工期。那第2大特征呢，就是说他们会一直去跟你说我周转不灵啊，那是不是你可以呢提前支付后面的款项？那通常这种情况之下呢，民众就会觉得说，反正呢我这些钱后面也是要付嘛，那我就先付。那这么做就正中这些工程蟑螂的下怀，对，那他们就有机会呢卷款潜逃。进一步检视福生岩申购契约，发现信托证会委任银行嘛变更到3摆，在律师眼内，电话纳钱口子嘛是公定价纸的警示。第一大可能就是他本身就是诈骗集团，他就是要来骗的。那第2个可能的话，代表说他本身就是已经有一些工程上面的纠纷了，所以他被其他的消费者提告诈欺，导致他的账号被冻结。其实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完善黑名单的机制？今天这个业者他如果跑路倒了，那他又去另外扶植借壳上市另外一间公司，那这种情况之下，黑名单就要发挥真正的过滤跟保护的机制来去防堵嘛。除了为源头防止西尾厝事件，相关的机制嘛爱做为检讨。应该说目前看起来，这个保嘉联合开发它一直在进行这个施工的这个动作啦，而且看起来整个施工的进度是蛮快的。其实五味杂陈，因为去年初的时候，其实原本的旧建商元真，他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他就常常有停工的一个现象。然后10月就告知我，原来他们已经破产要解散了。大树南41岁的 A 先生，2021年上镇学区甲百货商场附近的建案开顺贷款，想要到厝也未完工，建商就无预警倒去。
2022年12月，祝贺召开受益款人的大会，同意由保家联合开发公司继续起，想未到爆发到新的纠纷，高达将近92%，陈购户同意他的续建，所以他才真的拿到我们这个续建的这个权利。后来这个保家联合开发就不知道为什么迟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通知我们陈购户来换约。现在就是保家联合开发，他说他没有承受原真跟陈购户的这个合约，所以他不用对陈购户负责。那另外一方面，保家租赁也以这个地主不愿意负担这个利息，就是借款的利息为原因，他要拍卖这个土地。A 先生向消保单位提出申诉，催建行甲建商来协调，不过属间的开发商无要承认原购户资格。当阮采访到一半，工地人员向来关心。他们是承购户哎。承购户的，现在我们是保家，不是原真，我们不是原真的，我们现在已经保家了。但不是已经转移了吗？对呀。所以那不就是应该是他们还是承购户吗？承购还有那个未定的呀。工地人员透露出，开山台湾产权的归属出现真大争议，无愿意有后一个受害者。民众希望政府展现公权力，保障消费者。所有你遇到的烂尾楼的状况，只能求助在消保官。其实这很不 make sense， 因为政府既然你是一个具有公权力的岛，你拿着尚方宝剑，你不是就应该要保护人民吗？基泰正贵厝变西尾厝。强健民众几世人的青春甲业绩拢赔了了，政府甲银行已经的把关敢有套动，相关的措施敢有健全，牵连到台湾房市的健康，更加关系到咱的未来。